饥荒。你知道吗？非洲还有饥荒，因为这些饲料本来都是黄豆啊、玉米啊，本来给把人吃，结果呢，我们人类呢就把它砍来给动物吃，因为那取没讲吧，所以在一起呀，这个人可以吃的饲料通通给动物吃，所以有很多人吃不到食物。好，看下一个，感慨。我们刚刚讲了，你取完臭掉，土也没了，水也